大灣區城市發展婦女交流團座談會5月16至18日，走入肇慶、東莞。從香港出發，抵達肇慶，首站走入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。這裏是當地婦女事業與教育融合的縮影。透過參訪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，感受校園氛圍。由負責人講解學校設施、圖書館、游泳訓練，在手工創業就業示範基地，見證手工嘅創業夢。像坐飛機一樣，一個點就帶來多偏遠。肇慶市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中心，體驗家庭服務生態。走進肇慶市港澳青年創新就業基地的瞬間，就被這裏的活力驚艷了。這裏不只是辦公場地那麼簡單，從策辦證的一站式服務，到政策解讀會現場的滿座聽眾，從共享會議室裏的跨境視頻連線，到路演廳裏緊張的創業項目演示，每一處細節都在說住為港澳青年鋪路這件事，既真誠又踏實。遊覽肇慶七星岩，領略自然之美與城市底蘊，走入精果工廠，探尋傳統手藝傳承。18日奔赴東莞東華陽光城，參訪東華醫院，走入東華養老院，開展茶點交流，探討養老服務溫度。主辦單位：香港婦女基金會。本計劃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婦女事務委員會撥款資助。本宣傳片僅代表主辦機構之立場。